我最近想製作倫敦塔橋作為我嘅1:350帆船模型嘅顯示場景。根據網上得到嘅低解像圖紙，模咗張塔橋基座嘅2D 圖形，再以 SVG 格式1:1輸出，之後利用 ThinkerCAD 製作咗大橋基座嘅基本外形。但基座模型外觀顯得過於平滑同單調，所以需要製作一啲外觀上嘅細節。先用基本形狀嘅環形模塊製作咗基座護欄牆外嘅2道圍邊。再利用空洞模塊平整咗模型嘅頂部，然後利用空洞嘅模塊製作磚塊嘅水平隔層。再製作磚塊嘅垂直隔層。將垂直隔層複製，再偏移一半磚塊嘅距離，並升高一層磚塊嘅高度。建構空洞模塊平整磚層嘅高度。咁樣就形成咗基座中間平行部分嘅磚層。再繼續製作基座兩端弧形部分。將複製空洞磚塊原地旋轉10度，之後繼續複製至繞成一圈，製作磚塊垂直隔層。將垂直模塊實體化，將水平空洞磚層隔斷咗垂直實體磚層，將複製磚層下降1個磚層高度，再原地旋轉5度，構建一個空洞方塊，將圓形磚層模塊切為半圓形。之後複製同埋鏡射。將隔層磚塊空洞化，並與基座主體結合，咁樣就形成咗整座基座嘅磚層紋理。
但空洞化之後可以睇到成個基座係由多層懸浮嘅磚層構成，所以需要導入原實體模型，將兩側及前後兩端各減 0.2 mm， 再同懸浮磚層結合，咁樣就形成咗一個只有 0.2 mm 深度磚層間隔嘅基座模型。喺 2D 圖紙度繪製基座窗戶位置圖，之後導出為 SVG 檔案，再導入 FingerCAD， 將之設定為高度2 mm 並空洞化，升高至所設高度並與基座結合，咁樣就構成咗基座相應位置嘅窗戶。再導入基座 SVG 檔案，刪除唔需要嘅部分，同埋複製成兩個模型，將其中一個高度設定超過基座，兩側前後各減去2個 mm 作為牆壁，底部升高1個 mm 作為底層。空洞化之後同基座結合，咁就形成咗一個有空腔嘅基座。將另外一個空洞模型兩側前後各減去1個 mm。升高至基座平台高度後，同基座結合，形成咗平台嘅圍欄薄牆。再導入2個空洞模塊，為基座兩側製作開口。使用花崗岩色嘅膠絲打印基座。如果是揀一個話唔開心或者抑鬱咧，咁啊難搞啦嚇。咁啊，即係小則就會嗌交啊，破壞啲關係咁樣。油上亞加力油得出嘅效果。